第一次見阿麥牧師咧，就個感覺佢係一個好和諧、好有愛心嘅人咯。覺得佢係一個好慈祥嘅老人家咯，好親切咯。好多謝佢繼續去俾機會我哋同埋去建立我哋嘅麥牧師，多謝你，多謝你阿麥牧師一路以來都冇放棄過我，多謝。我係美國噶，17歲做川島懷利嘅牧師，有個鄉村教會啊。有啲人開始俾我一個雜誌啊，有一個細路仔啊，好凄涼啊，瞓街邊。我想係幫嗰啲好困難嘅人，咁我唔想喺美國，想嚟香港。1962年啊，差不多每個月有5萬個人啊，喺廣州投入嚟香港。嗰陣即係嚟到香港，呢啲細路仔係瞓街邊，但係我做咗一間屋喺元朗嗰度收留呢啲細路仔，係20年幫過100個細路仔冇屋企嘅細路仔啊！呢啲細路仔變咗好似自己嘅細路仔咁樣。無家可歸嘅兒童因為有麥牧師嘅幫助而改變一生，呢份恩情從來冇忘記。當時呢間馬口之間有成130幾個細路仔，但係嗰對啲細路仔都即係完全付出一種好似父親一樣嘅一種愛心啊！多年嚟，邊個社群需要幫助，麥查理就會挺身而出；而香港孤兒減少咗，佢就轉移關注吸毒者。我相信幫過500個人啦，喺呢度受到解毒。佢有時唔係第一次入嚟嘅，有時第2次、第3次，有時佢哋做錯，唔係鬧佢，係輔導佢。自己發生咗啲事啦，然後自己又開始吸翻毒，自己又有家庭，有2個小朋友，麥牧師叫我翻嚟呢度戒咗佢咯。每個吸毒人有個最重要嘅問題係缺乏愛。我哋嘅目標係試下改變佢嘅態度。由17歲隻身嚟到香港，奉獻一生嘅時間，同時亦得到好多仔仔女女。冇得退休有啲細路仔10歲、14歲有冇得離開佢哋放棄佢哋？冇得放棄。但係我話俾你聽，我離開呢個世界返天家，我覺得我真係會好喜樂噶，好感動。呢度好有意思嚟到香港。奉獻一生，見證愛心，掌聲歡迎愛心獎得獎者麥查理牧師。